FTP 呢，传送档案的呢，档案传送那个协定 FTP。如果用那个启动服务，按设定，先按设定。你看那个繁体中文 BG5大五嘛，5号2121，也可以匿名登入啊，可以设定账号密码、簿号、随机簿号，还有匿名登入，还有簿号2121，也可以随机的呢，匿名登入，设定用户名与密码。这样也是这样的，按启动服务，按设定。随机簿号要关掉。匿名登入呢？匿名登入呢？簿号是这样的吗？长按 FTP 设定，你看簿号是2121，匿名登入，匿名登入。你看21簿12，2121就是簿号冒号的后面的4个字，连接簿号。这个做传送档案可以用哦，怎么用啊？资料夹要给他资料夹，辨析这个说不安全呢。长按 FTP 设定，你看随机簿号，匿名登入，簿号固定的2121，也可以随机簿号匿名登入哦。你看不一样的号码，长按 FTP 设定，这个是随机簿号，关掉变固定簿号2121，匿名登入。这个是选什么？选那个随机的，不是用密码的，用